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钟一群阿群妹。哇，过2日咧就要过年了，故说阿群妹第一篇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大吉大利赚大钱哦。韩国天公爷，你就会乜嘅？哦，年三十安补，大家爱拜天公，拜天公就会准备动到啊，吃嘢啊、落鸭啊，韩国天天除夕夜咩爱来吃团圆饭，爱来食大餐，故说大家全部就都无限，除咗爱无限，也得澎湃嘅菜以外呢，动到啊叔婆、阿伯啊、妈妈、阿婆全部就会动无限乜嘅中旗大板，大家就会打乜嘅萝卜板啊、肉板啊、烏板啊。唔過呢，講到一板，阿群妹今日就會來同大家講哦，依隻動體片咧按到新燈板。當然過年啦，尤其係元宵節的時節啦，正月班的時節，啲人哋嘅董事就會有非常非常盛大動鬧熱的新燈板節咯。故所今日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2017年的董事新燈板節，結果來分享台中市客委會的主委，分享劉主委來到節目現場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過年到咧，祝大家新年恭喜，新年快樂，大吉大利！恭喜恭喜哈！故說啊，也就來問一下呀，主委啊，呀新燈板節動體片咯，就係對呀董事台中董事一張所在體片有誒，韓國董事還有哪個一張名誒？苗栗沒有一張名誒，大家就講呀董事按到山上。係錯。錯冇，這麼嘅我體片很幾按到山上，呀山上大概係啲嘅講哪幾隻所在？客家人吼，帶嘅蔬菜啊，有樹有山，按拄好呢，那個蔬菜吼，仲有肉鬆，頭前就一條太河壩，大甲溪，哇，所以講到山上，山上包括你們講嘅東西。瞎講，咩瞎講，新社，和平，那是屬於台中市嘅吼，四個區，講到山上。另外呢，還冇包括苗栗的大蘭哦，泰山峽。錯，故說大蘭有懂到你，我覺得這有一個特色，呀，按到山上嘅，按到山上嘅也條蔬菜啊，其他都會講強壯年。到台中那東西咧山上那個四個區吼，講嘅卡法，仲有強法，一種太普卡。對，所以我哋講嘅那個卡法，真嘅，而且我知道，因為我頭擺春我已經有去到台中董事啊，我知道幾片的人啊，大細全部就講，給太普強講到當好、當標準呢，對不對？我覺得他們因為全部就我覺得這是一個民族性的問題，他們非常非常的密切。這個也有歷史文化咧。哦，用嚟講。300年前哈，300年前，那客家老祖先啊，
对那个广东啊、太普县，过了台湾，定居在那边三峡那个所在。当然了，以后呢，康熙年间完了以后，乾隆、雍正、嘉庆，那么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哈。那后面呢，有很多的就是客家的移民就开始到台湾来。那么头前过来呢，是太普卡。后尾过来呢，咪就讲西耶呢，咪就讲尿片呢，海陆啊少。以那个尿片呢较多。每项呢，他是甲强下吼，生发，强下做些，强下生发，救了后呢，他是甲讲啊发。是统计放起来的，是变做太普卡，就变做太普卡。你们讲的太普卡吼，含盐香，那太六的那个盐香啊吼，太普县呢讲的太普卡呢，嘛含有80%-89%的种啊情况咯。哇，古时候无因为讲对来太六前赛来到台湾，一年全部就冇数到改变，差唔多情况，差唔多同样。你个讲太普卡的那个三项的。你乡亲呢？都从台湾啦，过去7种的所在之列顶呢，真的，呢无，很集中，很集中，所以它是台湾唯一大埔客家人的聚落。对，所以大埔客家文化呢，从这里就可以发掘。包括你们讲的新灯办节，真嘅，就系啊，也就新灯办节啊，嘅这个董体片，可能董多所在都有说呀新灯办，不过我知道董事老要新灯办整个发扬光大，哎，总嘛跟人家会体片有呀新灯办节啦。听阿琼妹讲的发扬光大吼，慢慢对你们市政府就开始咧。甲早期係對那個東西嘅，因七家客家社團、社團，開始帶動起來。當佢了後呢，嗰是滿縣市合併，行去台中縣東西鎮，每項都由那個鎮公所呢落去接手，落去判了後，佢由那個台中縣政府落去判，縣市合併了後呢，就改到台中市政府呢，較委會落去判，名都改天為那個台中東西新燈辦節。哇，真勁呢！古說啊，今年2017年的董事新燈辦節，天天就愛來了，有個時間喺潘里都問個時間，同大家來講一下。好，天見呢，新燈辦節當年中一套正月版，因這個元宵節來辦。今年呢元宵節係套新曆嚟2月4日，拜六。冇錯。所以新燈辦節呢，今年判2日。好盛大。正月版，拜六哈。第一日就第2日嚟個禮拜。2月12號。2日中一套呢東西。來拍那個新燈辦節，非常鬧熱咯。真嘅，我頭擺忙是談過新燈辦節嘅時候，我就想講個新燈辦上來用嘅拍一張節慶，要辦一個動鬧熱來參加嘅真嘅上唔見，唔過真嘅也係有請到主委來到呢節目現場哦，請主委小可以同大家講一下，你看到嘅新燈辦節那個熱鬧的程度，人夾人的長度，到底那個場地有多擁擠？那個叫做萬頭鑽洞。萬頭，叫做太多人了，萬人專項哈。萬人空巷。萬人空巷，那個叫做萬人空巷。對。我記得50萬年前俺4年的時候，你喊這個時間就有安泰新燈辦節咧。東西都有新燈辦，哇，係那個發通哦。呢爸爸媽媽帶人牽起人呢吼，過那個東西橋，另外那東西太橋。用行啊過去，行過去呢，唔多那個文化街啊，即由新燈辦發通啊，呢條街路啊，條街路東500公尺，有7間廟，哇，每間廟都很鬧熱，呢條街路啊，真的是萬人空巷，真的誒，都連慢很空曠，500公尺聽7間廟呢，佢過年的時間，大家全部出去廟拜拜啊，按不時的吼，咱總係講冇緊了。新燈辦節咧吼，過來東西空台版，空台版，叫個米版啦吼，太大，非常太大啊，所以係空台版。跟你像董事人會有安泰嘅版哦，你沒有人都冇安泰嘅版啊。那就一場嘅故事了。
一般人做板子细细条呢啦，好，甲板模呢做出来都细细条呢啦，差2斤啊、1斤安尼啦。啊，因两呢发电都好，雕板了后，两过太条啊，因政府做的太板了，一条过太条120斤。哇，啊，用上无多1斤变120斤。啊，那是8万年前清朝其实到民国的时候，农业社会，啊，生活困难，啊，吃的东西少，啊，大概呢，总要做枪械、甘田、大拿，总要枪械，当辛苦。啊，当然嘛，希望吼，因着求神明啊，因看人嘛对神明都尊敬啦，很虔诚哦，因着求神啊，可是的呢，无因不卡吼，连得呢出电，吼啊，细年呢，连得供家己盖来，吼啊来又供细年呢，都向神明讲，吼来又供到细年。俺呢，做无咧做那个用糯米做个板啊，好，俺就感谢，因讲谢神哈，谢神，啊，所以个有工人呢，安尼慢慢演变成哦，你个总头，他是搞我嘛，看我来做了，哇，啊做了后呢，庙后嗰啲完成，哦，谢神了后，啊，都搬无。他就开始哇，又做得分享。今年唔捌做，俺捌做，系嘛吼？啊，伊冇用上过，啊无安尼，因个庙啊，信徒吼，因他就讲无，因就去做了神力个神灯会嘛好啊，神力神灯会，就讲俺不他就讲总下来干日，啊一年呢交100克、200克，然后做公积金，哦啊不卡呢2万4套呀，又供4年了，啊供来供每早供款。哦，即係講係要結婚了，哦，辦喜事，係嘛吼？安尼咧，我哋嚟做那個神典版，做那個版，吼，人講復古版，哦，對，做那個版咧，啊來對廟方嚟啲咧，向市民來落辣，哇，啊落辣了後咧，啊都幫忙睇一家，啊嗰時大概都攞拿來人見多啊，對，哦都拜神嘅時候都，哦大概都按多，啊就話太多就話細條，哦啊神典會都講過啊冇安尼，因為搞一個比賽好冇？雕板，比嘛，你的板，就是雕板，每樣都變雕板。哦，啊，他就係講好，因為明年較衝，辦明年較衝，明年較大，那麼呢，因會項吼都要發那個獎金，那個鼓勵。原來係安呢。啊，私下呢，哦，不卡有出新店呢，私下呢都要自家做，啊，做個大的去衝呢，哦，那個是。最高機密哦，自己決定是不是？最高機密你想要走幾台就走幾台。故說啊，今年啊，2017年的台中市新燈辦節沒有空用按精彩豆瓣的這個雕版的這個畫面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有同大家來分享。好。又做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2017年台中董事嘅哇新燈辦節又來了，家下 Annie 啊有堂準備同大家分享吼，那個雕版當精彩嘅一條畫面啊，講到我腦袋裡面都覺得哇，好想去那麼熱鬧嘅地方看看哦。鼓手啊，一拜新燈辦節嘅這個系列活動係到新曆嘅2月11號到2月12號來開始。鼓手呀，開幕式，他講開幕式就當精彩了。嘿，第一日哈，正月辦個早上7點，然後來東勢客家文化園區，即合作啊火車頭，哦，然後廣場嗰啲呢來做那個開幕式。啊，當然了咧，按唱歌啊唱歌咧，客家新語太節慶啦吼，發通當然係唱人哋台中市嘅大家獎，人哋連家良市獎咧來主持。錯，今年咩腔樣係新語太節慶錯嘛？當然。去年咩係韓國堂個，去年是第一名誒。哦，票選第一名誒，哦，咧唱歌咧鄉親咯，當時都喺台中東勢啊新燈辦節。啊，你個開幕吼，開幕儀式呢，叫充電體日，呢進入那個新的一個年度嘛吼。哎，這個經濟報喜，好啊，行大運嘛，是吧？哈，哎，這個叫做這個吉運大開啊，
所以呢，我们会请木雕大师啊，雕刻一只动态只的金鸡。哇塞！那一天呢，要来揭牌，揭幕。过来呢，因奖品一条呢，奖品2条，奖品2条呢，全国各一太条的新典版，120件。哇，120件。好难想象哦。可能比阿曲妹还个强哦，120件。真的吗？有比我重吗？还是有哪一种虫2条台版啊，做奖品2条台版的。一条ano古板，一条ano土板。古板代表细奶，土板代表细妹，就强奶强妹，点样洗退嘞？强奶强妹，中华款款，全部都是我们的宝贝啊。对，无分细奶，无分细妹。所以原来新典版一个就蛮用安尼来。佢冇到1年了，我落去嘅节目啊，當到咗。錯，還有乜嘅彩街啊，還有當到農鐵產品的展示啊，還有當到優秀的團隊來表演，好冇？對不對？韓國撒哈了，你剛才講嘅那個我很有興趣的豆板。那個豆板啊，所以佢按用嘅來比，你像板的啊，你看亞布卡做嘅板的，同隔壁林少做嘅板的，佢用按好勢啦，所以會比嘛嘅韓國嘅新典版咩就會按嚟做嘿，我比嘛嘅。那個豆板哦，他做是講個有板哦，其實一派條的，生發都唔難啦吼。你買洗退啊，不但好食啦，還個是有自由，還個是有健康。所以呢，我們應該拍那個豆板，豆板分2個階段。專業班跟暗部。專業班。按頭聽講嘅文化界那個設計的廟，嗰啲呢來拍第一道的那個豆板。第一次的豆板。那個第一次的豆板啦，中海新店會會員的母廟的信徒啊，頭先講呢，有出店啊，有結婚啊，有喜事做那個。鳳骨板咧，都拿一廟嗰啲，那個韓式民歌落啦，他一間嚟同一啲呢，都先判剃刀嘅那個豆板。要剃白嘅豆板係個人的，對，總要都廟嗰啲，當然就以廟各個公廟以廟為單位，自己選，他就切下線，用線咧，線那個迷你較太大，迷你較長，那個什麼樹枝嘛。有獎嘛？什麼的要光澤啊？光澤也要哦。要紅的深太深不行，太淺也不行。對。有呢。那是透過廟紅嗰啲嚟剃你那個豆板。真嘅啊！有看過人做嘅新典版，有幾難呢？點麼啊？你看佢嘅那弄到那個板模底部嘅時間啦。我跟冇做過，做出來都冇像板嘅樣咧。強看唔到嘅板咧，那個花紋，你睇你糟糕了，底部嘅全部就流出來。做模糊被擠巴。聽講豆板天一道啊，天一該檔嘅比賽，就天一日，2月12日禮拜。第哪片？來Q 火車頭，東西客家文化園區。嗰片。嗰啲來展示咧，來做那個豆板嚟吼，是以那個那個6件的那個宮廟，跟自家做。每年咧，過去嘛準備10條，1條20件的台板。哇！來比賽。另外呢，自家嘛是得咧，我做50件、60件。像往擺呢，拿第一名啊，總啊80件、幾百件。韓迄種在做韓卡台。我韓卡台。比賽呢，總啊以那個標準呢，20件呢，台板為主。其他哈台嘅就是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都變到變熊，他自家來參觀。哇！那個比賽含前一年的廟紅嗰啲咧，那個評比嘅標準更高，但是也加熱好哦。禮拜還特別咧，加熱好。聽講，你食到胃又健康啊，身體也好，又能夠創新啊。所以呢，禮拜比賽啊，加熱咗。底度包它的線對，包呢，落去又買落去，像評審老師呢落去烤。像那個呢，還沒有太甜哦，又香哦，口味是不是現代人吃的口味？那個口味啊。
鼓手啊，抢走出的班呢，喊走唔得咯，这是及格而已哦，还要来比我们底波一啊，做到有好什么，有空间么，还要创新。哇，鼓手传统融入创新的，全部传统跟创新全部都会来结合，你看看啊，有几精彩啊！韩国除了有吊板以外，还有那个一只阿 Q 妹妹妹吃到很想去参加的，它叫做叠高 Q 服，说到还 Q 嘛该服，叠到嘛该高呢，先来看一段样片。欢迎各位到永安宫来宝龟，来领取这个万年金龟。回家，大家阖家平安。主委啊，我知道你啊，台湾新灯办这比过年还个闹热呢，比过年还闹热，还较盛大。刚刚你看到的就会叠高 Q 4，杜峰那方面没有看到有那个很大的新灯板，对不对？底部有没有看到动态的板？今日叠高迄爱本大家有东西好拿 Q 4，爱 Q 嘛该4。今天看到个是另外一个法统哦。李颖白宫文化祭哦，嘿，嗰係半夜班哦，嗰係半夜班呢。你睇講咧係正夜班，對，我們要講疊高 Q 4。元宵節新燈辦節吼，要從落去疊高 Q 4。嘿，那聽講啊，按到間廟吼，總係有兩，那麼改造起啊，就有一間廟，雙福祠，呢間廟當特別咯，雙福祠應該白宮，白宮咧，一般一間白宮。就總係要一個白公，一個冇到一個八婆，還有八字。一般咩就會按呢係。啊，一間廟吼有白公兩屆。嚇？兄弟。哦。誒，啊，所以咧八婆咪有兩屆咩？哦。啊，就兩對吼，白公八婆。哇！啊，呢間廟係改造。哦。所以咧改造個邊上咧係有個那個侍奉一尊救生羊。嗯。所以改造嘅那個疊高啊，Q 字啊，是拖來啲。係 Q 字哦，疊高嘅 Q 字，哦，救生羊啊，都附近那個無人得到人來生意。古時候也就發通疊高 Q 服，係大家就做得起嘅係。大家做啊是的，哦，你到嚟見廟吼，啊，你來講過，哦，有時間譬如講啊，去年都選，明年咧，下個行個選，啊，去年就呢好冇一選，希望咧，明年咧能夠順利利，所以咧來疊高嘅吼。啊，總係譬如講啊，疊高天氣 Q 平安嘛，嚇天氣係本來嚟 Q 字，啊結婚本來係俾人哋做爸爸媽媽，係俾人做生意，知道嘛嗬？啊你慢洗頭後，當到咪要嚟做乜？Q 財，全部就係 Q 服就錯誒，古時你講 Q 服，咩好多我就一條新燈板，哦，就每周得拿新燈板，哇，啱好。古時候你想愛 Q 服啊，記得咯，也正一班的時間，去到也台中董事也在蔬菜，幾條街路吼有7間沒有，全部就做得去疊高 Q 服，錯冇？哇 ，Q 妹應該沒有去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要同大家來分享董事新燈板節。
乐福起来的节目，我是钟英群阿群妹。今日的节目地度同大家来小结是2017台中董事的新灯办节又要来开始了。加油讲的吼，有嘛个跌高求福啊，韩国豆瓣啊，不过除了亚的以外啊，我知道吼，许多亚种蔬菜，听说爱起家做当好高啊，有懂得 DIY 的课程，对不对？有那条做得来 DIY。你几条街路吼，还有设计呢，还有那个客家产业商品来展售。哦。展售当中也会有 DIY。哇。譬如个做凤骨板。嘿，每做得起家去做。按个今年过年，某一天呢，妈妈教室咧吼，我搞很管用了做鸡形。哦。连外形都可以变动。给形呢，新灯板、凤骨板。哇。它 DIY 也蛮多种的哈，譬如说那个书法拓印，看你情根语读嘛，所以对那个特殊哈，下是非常重视，那个部分也是属于 DIY，另外的木工艺跟东市也可以结合起来，可以，哇，然后竹编。也可以自己在做 DIY， 跟着师傅做，好多，东做，按那东夫妇呢，东西的那个传统的产业，加传统的产业嘞，过来用中央咖啡会，有辅导啊，那基优的客家产业，等等的，怎么无拿出来？真嘅，多呢，非常多。那个摊位嘛就帮我界哦。哇，帮我界，帮我界摊位，红东九张红的天呢。所以非常闹热啦。对，真嘅，韩国主题要到东南亚的发通以外啊，还有谈过一招，很多嘛个丢炮响，公演当然人大字炮啦，不过冇嘛个了解呀，董事的丢炮响很用的来进行。过年打鸡炮子下个年兽。对。听你打鸡炮子讲，哎呦，他这个摸那个年兽10片咩？见面了，哇，恭喜！恭喜啊！全摸年兽10片。恭喜终于摸年兽10片。所以他这个一下见面就讲恭喜。在炮响啊，你合作呢？合作看人总要带控装头。如果说控装头边上子那田地啊，种当多的那个农作物嘛，所以呢，那个做起来，那个有人一来挑战，那个看到了，机炮飙落去，地图带的人都知道有人一来嘞，那个叫防御性的防御性的。每项呢，那个嘛有个警惕的作用哈，有嘛个嘞？头啦，头绳啦。来搓磨，种的东西了嘛哈，因为用得机炮，家己脚走，吓记都走嘞，吓走。期间呢到日本吼，他这个像无正月班，对嘛哈？他这个过年用机炮了，正月班就喊那个风俗啊，拿来正月班，来得炮响，哇，就来配合那新灯办节，所以你们变做不个？变成一个民俗的活动，按照讲得炮响。呀，咩迄董事长有诶？得炮响客家庄做起嘞，人都总爱去。年都有。那个东西啊，因为它比较属于靠近山区嘛，它的农作物非常的多哈，所以它是一直延伸到现在。你们得炮响呢，做一粒太亮的，像竹筒啊太亮的那个炮，威力好大哦。唔会啦，地图都表一粒。那个炮稿没哈，个线就拿出来我背，按吊钩钩，这一个响没哈，城墙啊哈，吊钩钩呢，他这个过年嘛来料没哈，来搞啊，就纸炮拿来，合作了种一粒纸炮来了，放个时啊，冇让到嗰粒炮响的火线啊哈，佢都唔好帮佢啦。所以干那一起个带来个啲帮片呢，没有大家个头脑很聪明啦，哎呦我没有有连炮了，还有连炮了个带个个呢都弹出来哈，爆发哈就会引爆，个炮响哎，全部就会乒乒乓乓的，乒乒乓乓放落去呢，打开来都响了，带炮响的成功都会送纪念品，他一个节目，礼拜咪有，礼拜咪有准备几下了太炮响。太炮，来无他这个呢，乡亲啊游客吼
落去呢，落地，啊，那个蔬菜头呢吼呢，天公个一条安长的那个安多根庙的那个街路吼，就边上啊有个公园，啊，就200公公园。200公200公啲菜天咩动有名？动有名哦，我半夜帮个时过闹热。好。个市政府嘛就头一啲拍一个200公的文化季。啊，你像我晒去，你带的蔬菜还是很顺的。哦，你们大家都很重视那个环保。哦。所以大气泡的时呢，天气香太香。啊，尤其咧细年无下到，老人家无下到。天气系啊，天气呢气泡崩起了后呢，个烟啊，当烟，这个空气品质不好。所以晒一下，我买第一个公园啊，2点赶炒到你，7点以前都就结束。他早就了结束，我们炒到乡亲。天2点呢，尽量呢用那个环保的鞭炮，改良的它的。鞭炮的烟啊，就会比较淡，不按穷啊，不会按错。我们又要有这个文化的教育意义啊，然后也要有环保的概念。真的，除了按的啊，就会希望大家过年做得哇欢欢喜喜，动幸福，做得求动到福，赚幸福卡。你牙数红牙杂啊，这个叫做。五福福哎，这件东叫无看到有人夹到人门口诶。看到了一亲切呢，就去按卡卡年啦。对。卡年看到了非常亲切。看到都第一个过年到嘞。真嘅喏，因为爱带司机，这件啊从小就带到司机诶，看到人夹，唔讲无人同人讲也蛮。还少人得咧咧。啊，田庄吼，往拜啊。带田庄吼，家家户户啊，都门顶啦吼，总啊搭件5张啦，无搭3张啦，总啊就。对，3张5张，是不是要奇数啊？错。给那个5福连吼，蛮有人讲5福福吼，啊讲5福连吼，那是天官和才子寿。合好起来吼，那个有吼。五福临门。对，五福临门。啊，搭5张，就五福临门。啊，搭3张都3星高照没？那我要7福临门。9福临门也可以。可以，好，99这个有福气。对不对？鼓手呀，还唔系咩都在送文太噶？有。按照过年前都要送了，因为过年。像搭那个对联共款哈，搭那个春联共款，所以按到过年前呢，按不拖按东西的客家文化延期，就做得来送的，送就要乡亲。嗰啲發通嘅現場咪做得來拿到嘛？發通現場咪要，跟住第2年嘅酒場咪要，咪要發放。唔錯，看啊，新燈辦正又好食，又好拿，又好搞 ，DIY 設咧全部就有。有，總係要。錯冇，除咗亞條以外啊，還有表演好看哦。有啊。表演係啲乜嘅時間？表演到天1日，禮拜嚇個酒場。禮拜日。禮拜日個酒場，到那個。東西客家文化延期頭前，延期頭前。你唱嘅表演咧，當然唱菜地嘅客家下頭，包括有舞蹈啦，有音樂啦，有客家戲曲啦等等。嘛無有唱我播嘅，腔下嚟表演。哇，鼓手真係咁精彩哦！和彩節同款啦，同彩節同樣。開幕了後，按到彩節咩？像嘉年華咧，一鬧熱咯。哇，鼓手咧2日咧，場全部就當豐富哦。嘅假使講啊，像阿權妹係沒有另人，我想一些董事來聊，是不是有一個接駁的一些服務？有，像苗栗到東勢隔壁年啦。錯啊，東區。高速公路。中山高加國道4號，往東，很多地往東市走，圈那都多。嘅假使講炒菜人咯。炒車就炒火車，炒到豐年，個炒豐年開運到東勢。其他私車嘛咁款，過了東勢大橋。錦繡片有個東塊的停車場，和平公園。所有嘅車總係停到嗰啲。坐巴士都是到街路。有接駁車係冇？俺有準備一台接駁車。那個接駁車今年特別，沒用巴士做接駁車。今年呢用市政府的那個復康巴士。復康巴士做接駁車呢，
它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。哦，我们身障朋友呢，坐这一部车子是一个无障碍，对不对？故说就会希望大家昨夜班的时间，2月12號，大家做得去到也董事行政辦，大家要做得上也就去官網去查詢，也就全部會發通表演，還有包括行程啊，也就全部就啲名錄好哦。沈夢今天謝謝諸位來到你節目現場，謝謝諸位，謝謝。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，我係蘇康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聽運通欣賞來做運通了。